柏拉图时代，拜拜。哎，好了，谢谢。喂，我不管那么多啊！周3之前这证必须给我办出来，我开个门。您好，我找宋小小。宋小小不住在这儿。哎，地址没错啊，这就是206啊。突发状况一会儿再说。宋小小是吧？嗯。他住在这儿的时候神出鬼没，邋里邋遢啊，拖欠我的房租不交钱。我再告诉你一遍，宋小小已经不住在这儿了。哎，哪个作家不出去采采风、找找灵感呀？伟大作家都是这么神出鬼没的。还伟大的作家，码了几个字儿就以为自己跟莫言一个职业了。不许你这么说，小小，你让我进去等他吧。我们2个有约定，他没有什么事儿比我们的约定更重要。哎，姑娘。小说看多了吧你？还在这玩山盟海誓呢？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没准人家就是为了躲你而消失的无影无踪的。你要想进来，成，没问题。把拖欠房租给我补齐了。你要没钱，甭再跟我说什么伟大的爱情，你多神经病！你说我在这儿哭吧，没准还能招来1、2个围观群众怜惜的目光。你一个大老爷们儿鬼哭狼嚎的，太煞风景了吧？我今天也太倒霉了，连哭都被截胡了。你说说吧，你有什么肝肠寸断的？还能有什么事？看你年纪不大，四肢健全，不是癌症就是爱情吧？爱情。为了一个姑娘，从大学到现在，我都表白73次，可是还是被拒。真够执着的。但是今天，从此我大哭一嗓之后，我就没第74次了，我就放弃了。我怎么那么不爱听“放弃”这2个字呢？我的作家男朋友曾经说过，放弃是失败者下的第1步错棋，多精辟！而且你都坚持了那么久了，现在放弃那就不叫放弃了，那叫前功尽弃。那可是他今天都跟我说了，就是不喜欢我，我怎么着努力都没有用，我们以后是没结果的。所有的花只需要10到15天浇一次即可，因为我们 MoMA 是24小时恒温回事。知道了。我不记得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擦书架的抹布跟擦桌子的抹布不是同一个。北京灰尘这么大啊，最容易滋生细菌的地方就是我的马毛地毯。擦我的马毛地毯一定要用我买的专业马毛刷，就在厕所的第3个抽屉里。最重要的是不能用吸尘器，吸尘器会让我的马毛知道了。你还不耐烦了？每次你都说知道了，有一次你照办过吗？我现在没心情跟你掰扯，我要出门回来检查。我不在的时候，帮我照看网店啊。摆好我的拖鞋。这没见过这么难伺候的主啊！人最不了解的就是自己，
尤其是自己的感觉。人类是无法察觉和主宰自己所有感觉的。P.S. 这也是我作家男友的名言警句哦。他觉得对你没有感觉，是因为你所做的还没能让他有所感觉，他抓不到这感觉，所以他觉得不喜欢你。这问题还是出在你身上，所以你在这鬼哭狼嚎的是没有用的，你应该加倍努力，继续去追。只要他还没有属于另外一个男人，你就不能轻言放弃。好多女孩都不知道自己应该喜欢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她需要有人告诉她们一个答案。你看看你。精力充沛，正值青春，哭的声音是那么的震耳欲聋。你有这力气，应该蹲到他家门口等着去。一次表白不成就换种说法再去表白。追求真爱就得变着法的死磕。我也是男人，我有尊严，我要面子呀。在真爱面前，尊严值几个钱呀？用爱情指着脑门和用枪指着脑门唯一的区别就是。前者是自动放弃自尊，后者是被迫放弃自尊。对了，尊严值几个钱呀？万一小小回来了找不到我，那可怎么办呀？怎么那个房东说了几句，我还真跑了呢？不行，我得回去。加油吧！你要相信，在这个城市还有一个相信爱情的战友存在，那就是我。拜拜。你别提这个人好了吧？那个人脑壳是不是坏掉了？找个保姆，巴不得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，怎么可能呢？就这样的人，给我多少钱我都不干了。我就一个保姆，还得跟他兼职做店小二。对，老子不干了。哎，算了算了，先不跟你讲了哈，我这边还有事。您找哪位？我一定要在这儿等宋小小回来。知道你最近得罪什么人了吗？你缺心眼儿吧！事情就是这样的，小小跟我约好180天以后见面，但是他跟我说这180天都不要跟他联系。我为了不打扰他的创作，每天备受思念的煎熬，终于熬到了今天。我兴高采烈地来到了北京，却被那个讨厌的房东拦在了门外。你的意思是，你这180天都没有跟那个宋小小联系过？连短信都没发过一个。哎呦，我说你怎么相信一个连面都没有见过的男人哟？我们两个确实没有见过面，但是你知道什么叫文如其人吗？看着他写的文字，我就能感受到他的气质、风度、性格、秉性。对了，我手机有一段他写的文字，我给你念念吧。曾向往才华横溢的诗人，指尖的一触而促。曾向往展翅高飞的鸟儿眼里的千山万水。曾向往美丽夜市的恋人牵手的甜蜜幸福，可向往终究也只是向往，没有现实的积淀，永远也无法摘到心里的繁星。读完了？深邃吧？不懂。就因为不好懂，所以才深邃啊！哎呦，我说你呀，这年头爱上一个写字的，不如爱上一个测字的来的实在。我以前嘞，确实是见过这个宋小小几次。这个人神秘兮兮的，谁都不让进入他的房间。哎，我们房东虽然是个讨厌鬼哈，但这一点他没有说谎。宋小小确实是在半年前就溜走了，没有付房租，没有打一个电话，连个字条都没有留，就这么人间蒸发了。可是万一他是找地方去写新书了呢？他既然跟我约好了，肯定会出现的。你既然这么相信这个男人，
哎，要不这样吧，我帮你想一折，